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今日繼續耶利米書第10堂，今次係第2個視頻。我哋嘅主題咧就係研究下響留居響埃及住嘅猶大同埋以色列人，佢哋嘅心咧係好堅持咧去拜呢一個偶像。呢個偶像咧有個名嘅，就叫做天后啦。咁佢點解咁堅持咧？咁我哋有多個深入啲嘅探討，究竟嗰個拜天后、拜呢啲偶像咧，呢個風氣係點樣形成嘅？佢嘅過程又係點樣嘅咧？同埋咧，佢對唔單止對當時嘅人或者對將來或是今日我哋嘅教會亦會唔會俾呢啲拜偶像嘅風氣咧係所影響嘅？最重要就係你揾出佢哋拜天后嘅根源同埋真相，同埋探討偶像背後嘅靈係乜嘢嚟嘅。耶利米書啟示猶大同埋以色列人係硬着心，係拜偶像，惹來被擄到外邦嘅大禍。第43章記載咗佢哋決定去埃及，甚至指責耶利米佢嘅勸言勸告唔係出於上帝，唔係神嘅說話嚟嘅。咁到45章嘅時候咧，當耶利米同佢哋講佢哋繼續係拜偶像留喺埃及嘅時候咧，就會大禍臨頭嚟噶咯。咁樣咧，佢哋點樣回答耶利米先知咧？就係44章第15至18節咁講嘅。佢話：我們定要成就我們口中所出的一切話，向天后燒香繞奠祭，因為那時我們吃飽飯享福樂，並不見災禍。自從我們停止向天后燒香繞奠祭，我們都缺乏一切，又因刀劍饑荒滅絕。嗱，呢度咧留意咯，佢哋點樣理解點佢哋會有刀劍之災咧？佢哋認為過去佢哋一不斷咁去拜呢個偶像就會有吃飽飯享福樂。但係因為如果聽咗先知嘅勸告，唔再向呢啲嘅偶像嘅拜祭嘅話咧，就惹咗大禍啦。佢就認為咧，今日佢哋咧國家係被呢個嘅巴比倫咧係摧毀咗啲人要擄到去巴比倫，佢哋而家咧逃亡到去埃及住咧呢啲嘅大禍嘅出現咧，並不是係去拜偶像，相反就因為佢哋停止拜偶像，向佢哋燒香繞奠祭，而結果咧就惹來呢個刀劍饑荒嘅滅絕嘅禍啦。咁大家睇一睇咧，呢啲係咪一個即係顛倒是非、非常離譜呢啲咁樣嘅睇法咧？佢哋認為佢哋吃飽飯享福樂，並不見災禍咁就可以了解到啦。呢個係個原因因為咧佢哋真係咧係是非顛倒咗嘛，所以咧佢都係認為偶像咧係幫到佢嘅。相反，如果佢唔拜偶像咧，就大禍臨頭，就變咗就冇飽飯食，就要闖禍啦。呢個咧就係佢哋嘅心態，佢哋嘅想法。呢一個咧就係個原因。佢哋啲人咧即係倒果為因係嘛，顛倒是非，真係無藥可救啦。今日睇下咧聖經點樣睇呢啲咁嘅人係咧係硬着心同神咧係對着幹嘅。咁保羅咧喺羅馬書係描述呢種顛倒是非嘅黑白嘅人係咁樣寫嘅。有21節，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第24節，所以神任憑他們逞着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第25節，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
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門。根據保羅講啦，話咧神嘅事啊，其實明明係可以知道嘅。呢一班人啦，呢班嘅以色列人啦，佢當然係知道神嘅事啦。佢哋當初啊，佢哋個祖先啊，喺埃及地為奴嘅時候，神咧就呼召摩西啊，帶佢哋咧離開埃及啊。離開之前咧，都行咗10災啦嚇，行咗藉著個呢個能力係嘛，咁咧令到咧埃及王咧係軟化，就俾佢哋走啦啊！而且咧神咧又藉著摩西行個神蹟嚟將紅海分開，咁佢哋咧就可以行過呢個紅海啊，進入呢個曠野裏邊咯。喺曠野裏邊嘅時候咧，佢哋嘅祖先啊經歷咗咧即係好多嘅神蹟奇事嘅，最後啦，咁佢哋都係入去迦南嘅地方居住啦。入咗迦南之後咧，又建立咗佢哋嘅王朝帝國啊嘛。喺呢個王朝帝國滅亡嘅時間咧，都有好多先知神藉著佢哋咧行一啲好奇嘅神蹟啊，而且咧佢勸佢哋咧就唔好拜偶像，但係咧佢哋點樣啊？係冇理到㗎喎。佢哋咧有神嘅恩典啊，保守祝福，佢哋會點咧？冇榮耀神，相反又唔感謝神，於是啦，佢哋嘅思念啊、思想咧就虛妄啦，無知嘅心就係咁樣昏暗咗啦。咁樣，所以咧佢哋就有一種嘅啲顛倒是非嚇。好啦，咁結果點樣咧？第24節就話啦啊。神啊，任憑佢哋情着心裏邊嘅情慾行污穢嘅事啦，呢個係任憑啦。神話諗法嗱，既然你係個心係咁樣就係繼續拜偶像咁好啦，咁啊任憑你做啦，你繼續做啦嚇，污穢嘅事啦嚇。咁佢哋咧就係繼續咧去做呢啲污穢嘅事係咪？玷辱咗身體。咁好似25節咁講，佢哋就將真實嘅變為虛謊咯嚇，即係將個真神啊，耶和華真神咧當咗假神咁樣，反為拜嗰啲咧偶像啦，當時佢拜個人嘅偶像咧就叫做天后，唔再敬拜嘅祝福佢哋嘅，幫助佢哋嘅造物主獨一嘅真神係嘛？呢個咧就係聖經對佢哋嘅呢一班人嘅描述嚟嘅。好啦，咁我哋又睇一個人啦，法老啦。法老咧即係出埃及記嘅時候，即係嗰個法老王啦，佢哋咧係阻止摩西帶啲以色列人咧係離開佢嘅地方嘅。咁聖經咁講嘅喎，提到神使法老嘅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法老就係呢啲人嘅代表啦。從呢個故事裏邊咧，呢一段歷史裏邊咧，我哋就睇到法老啦，佢係好剛硬嘅心嘅。佢喺呢一個出埃及記咧，關於法老嘅表現啊，佢都好多時候都係用到剛硬嘅心形容佢嘅。呢個心咧，令到呢個法老係點啊？係同神咧係對着幹噶嘛嚇。咁呢度咧話神使法老心剛硬啊，其實意思就係任憑啦嚇。所以咧，保羅話咧，神咧就係任憑嗰啲行惡事嘅人由佢啦，即係話咧叫佢繼續行。所以咧呢啲嘅人啊，即係以色列人啊，響而家講緊耶利米時代嗰啲以色列人住埃及地方，仍然繼續拜呢個天后啊。其實神咧你哋係咁硬嘅心，就你去任憑你哋行剛硬嘅心啦咁樣。所以咧呢個係一個聖經嘅判語對呢一班人就係硬着心與神對着幹嚇。從呢度裏邊咧，我哋又可以留意到咯嚇。呢個有信心嘅人咧，有信心嘅人咧就係認識神同埋信服神對佢嘅認識同埋佢嘅旨意啦。
硬心嘅人係點樣啊？其實係啱啱係相反嘅，輕看神同埋咧佢嘅作為嘅嗱，所以咧就係咁解啦。呢啲咁嘅硬心嘅人咧，佢唔覺得神幫佢嘅，認為咧反為咧係偶像係幫佢嘅，呢啲就係輕看咗照顧佢哋、帶領佢哋嘅真神嘅情況就係咁樣嚟噶啦。既然啦，拜天后係佢哋嘅風俗，係佢哋嘅習慣，係流傳咁耐嘅做嘅事情，甚至咧認為拜呢個天后咧帶俾佢哋好多個好處，硬着心繼續拜。而咁樣我哋就需要咧係再詳細研究下究竟天后係乜嘢人嚟嘅咧？係乜嘢嘅神嚟嘅咧？天后咧，英文就叫做 Queen of Heaven， 佢嘅身份通常被指向兩位主要嘅近東女神嚟嘅，一個係巴比倫女神伊士塔爾，極可能係巴比倫宗教中嘅核心女神；另一個可能係迦南女神亞斯他錄，佢被認為係迦南神子巴力嘅妻子，與迦南地嘅豐產崇拜有密切嘅關係。其崇拜嘅習俗，例如用餅嚟做祭物獻祭，明顯係借住咧美索不達米亞嘅傳統嚟嘅喎。咁呢啲嘅女神或者天后咧係有乜嘢職能啦？佢嘅主要職能就係掌管土地肥裕嘅同埋經濟保障啦。天后咧被定義為一位掌管土地生產力同埋生活物質嘅女神，係一個豐產嘅女神，所以被視為施掌土地肥裕嘅神。佢係物質福利嘅保障者。當時嘅信徒就例如嗰啲逃往埃及嘅猶大難民將佢定義為帶來經濟繁榮嘅神。佢哋相信就係敬拜天后嘅時間，生活狀態就會吃飽飯、享福樂，便不見災禍。拜天后咧，佢哋係有一座標準嘅具體嘅儀式嚟去做嘅喎。燒香同埋繞殿祭，呢個係敬拜佢嘅基本行為。燒香被認為能讓香煙帶着祈禱升到神明嘅面前，而繞殿祭則涉及繞灌水、酒或血等液體添。製作女神像嘅餅咧，呢個係屬敬拜最遠處嘅特徵。呢種餅在希伯來語中稱為卡瓦尼，通常製成女神嘅形狀，在灰中控制，並加入蜜蜂或無花果嚟增添甜味添。佢哋嘅崇拜咧結構唔單止係社會性，而且係深入到咧係家庭嗰處嘅。天后嘅崇拜咧並非僅限於廟宇嘅啦，而係深入家庭生活，有家庭分工。呢種崇拜通常係全家一齊嘅，孩子咧執柴啦，父親咧就燒火啦，婦女咧則負責做呢個麵團，製造餅祭啦。在整個祭祀當中，女性咧係作為個主導嘅地位嚟嘅。來源就係提到咧，婦女對天后嘅崇拜尤為狂熱，這反映咗女神與女性日常家務，例如係烘焙及家庭生計係有緊密嘅結合。有法律同埋權威背書，婦女主張佢哋對天后嘅祭祀係經過丈夫允許嘅，利用當時關於許願嘅法律關卡，如民數記30章所講，令到呢種異教崇拜在家庭中成為合法嘅啦。總結嚟講，
近東嘅天后被定義為一位跨文化嘅豐產女神，佢透過家庭飲食及物質安全感嘅連結，在民間社會中建立起根深蒂固嘅信仰體系。近東迦南之地仲有巴力偶像嘅話，咁我哋睇下啦，天后同巴力有咩關聯呢？天后唔係巴力本身，而係與巴力體系中嘅女神，多被視為其配偶相關嘅偶像崇拜對象，因此兩者係同一異教體系中嘅神夫妻，在宗教敬拜上有緊密嘅相連。在迦南腓尼基嘅宗教觀裏邊，巴力係掌管豐裕豐收嘅男神，而亞斯他錄或類似嘅女神常被視為佢嘅妻子或者係配偶，形成一個神夫妻嘅組合，被民間當作保證土地多產、家庭繁衍嘅宗教象徵。因此，敬拜天后往往不是孤立的，常與巴力崇拜並存，同一宗教體系、同一世界觀，只是男神巴力與女聖神亞斯他錄或者伊斯塔爾係分工嘅，合起來構成咗以色列人所面對嘅一整套嘅迦南異教信仰。到咗第1世紀，希臘人把一位稱為阿底米亞 Diana 呢位女神記載響《使徒行傳》第19章28節。請大家女士啦係留意嘅，當你哋改名咧就唔好叫 Diana 啦，因為 Diana 咧係有一個希臘嘅女神一個名稱或者係女后嚟嘅嚇。咁呢個女神 Diana 同天后咧有咩特別關聯嘅咧？咁我哋咧就去探索下啦嚇。咁呢個 Diana 咧係以弗所人嘅女神，係希臘嘅 Artemis。響以弗所嘅形象特別帶有多語嘅象徵，強調大自然、保護、豐產與生育，係普天下敬拜嘅大女神。呢個就係佢嘅身份嚟嘅咯嚇。咁相連之處係咩咧？係同一類母神天后嘅崇拜。有啲資料指出阿底米亞原是希臘嘅多語女神，被視為自然與生育嘅神，類似迦南人崇拜嘅多語神亞斯他錄或弗呂家嘅色伯尼勒。這就說明咗阿底米亞同埋亞斯他錄伊斯塔爾同屬多產母神嘅宗教脈絡嚟嘅。耶利米書嘅天后係以色列周邊民族奉為掌管多產與福樂嘅女神，以弗所嘅阿底米亞則係亞細亞全地同埋普天下所敬拜嘅大女神，同樣與保護城市、土地興旺、生育有關，屬於同質嘅女神崇拜，只是換咗希臘一個小亞細亞嘅文化包裝同埋名字嚟嘅啫。兩者都把保護、豐收、生育、興旺等祝福歸功於女神，吸引人以祭物、節慶、淫亂或宗教儀式來交換祝福，在本質上都構成獨一真神嘅取代同埋競爭。於是就係指出咧，原來呢啲即係祭祀嘅儀式咧，係有一種含義嘅，就係交換祝福，係一種交換嚟嘅喎。所以咧佢哋會有獻酒啦獻祭物啦，係將禮物獻上作為佢哋得福氣得蒙呢啲嘅保護有豐收有生育一切嘅福咧，係從呢個女神嗰處咧係
得返嚟嘅。以色列嘅王朝有一位皇后叫做耶洗別，天后同呢個耶洗別有冇乜嘢特別嘅關係嚟呢？耶洗別係北國以色列王亞哈王嘅皇后，西頓王揭巴力嘅女，活躍於主前9世紀，與耶利米書44章所處嘅猶大末期，即係主前7至6世紀，係相隔約200年，係屬不同世代嘅人同埋唔同嘅政治嘅環境當中。耶利米書44章17節中嘅天后同呢個歷史上嘅耶洗別沒有身份上嘅直接嘅關係嘅，但在宗教屬靈意義上，他們同屬推動同一類型天后寶神崇拜嘅路線，可說係同一偶像體系嘅代表人物之一。偶像體系上嘅聯結，同屬巴力武神嘅崇拜。耶洗別出身西頓，其宗教背景係巴力與亞舍拉、亞斯他錄崇拜。他介入以色列後，在撒瑪利亞為巴力建廟啦、築壇啦，並供養巴力同埋亞舍拉嘅先知，係強力推廣呢一套男神巴力與女神嘅異教信仰。屬靈同埋神學嘅意義上咧係呼應住嘅。先至對耶洗別嘅評語係佢使以色列轉向巴力與亞舍拉，逼迫耶和華嘅先知，成為淫亂、邪術、偶像崇拜嘅象徵。啟示錄嘅第2章20節亦用過耶洗別作為一種引人崇拜偶像、行淫亂嘅屬靈嘅原來嘅名字。有解經家指出，正如耶洗別使以色列人崇拜武神亞舍拉一樣，耶利米書44章嘅天后係猶大人拒絕悔改，仍然抓住嘅武神偶像。因此兩者在屬靈本質上係同一種女神崇拜嘅表現，只是不同時代下嘅具體人形態同埋人物啫。耶洗別唔係偶像，佢係引誘迷惑以色列民拜偶像男神巴力同埋女神亞斯他錄。咁我哋又研究下咧，天后同埋中國傳統信仰嘅神子有冇相關聯嘅呢？中國傳統信仰耶利米書嘅天后、使徒行傳嘅亞底米亞，在不同文化中承載嘅係同一種宗教功能，係呢個功能係提供可操作嘅安全、供應秩序嘅女性母性嘅神聖系統，唔係同一位神，但係同一種宗教邏輯。呢個邏輯咧就係撒旦嘅系統。中國傳統信仰中最像天后亞底米亞嘅係邊一個神呢？唔係一位神，而係一整個嘅母性嘅神聖群。常見嘅有媽祖啦，台灣人咧叫做媽祖嘅，香港人咧就叫天后啦，大家都熟悉嘅就係觀音啦，其實觀音仲奇怪嘅喎，有啲人資料就話咧，觀音其實就係男性嘅，印度嗰邊嘅佛教嘅一個人啦，一個偶像咧叫觀音係男性。但係嚟到中國咧，就變咗做女性喎，又有王母娘娘啦，或者叫送子娘娘啦，咁就係如果要啲人想求仔嘅，咁點咧就拜呢個送子娘娘咯，係咪嚇？咁我哋中國傳統中好多信仰咧，都將神咧
變成女性化，成為咧一個保護嘅神嚟噶啦啊！天后咧呢個稱號本身咧有高度嘅相通嘅，我哋都已經注意到啦。耶利米書又叫天后，中國民間又有個天后娘娘啊，呢啲唔係巧合嚟嘅，而係咧不同文化在面對天上嘅秩序加地上供應嘅時候，就自然啦產生相同嘅宗教語言啦。天后呢個角色咧，通常意味着佢咧呢個天后啊，在天界係有地位，在人間都有影響嘅喎。最重要就係咧，佢唔參與審判，即是話咧，佢唔會睇你做得啱定做得錯啊，你係殺人犯啦，定係一個嘅一個好樂意幫助人嘅善長仁翁啊，佢唔理呢啲嘅啊，佢負責咩啊？照顧、調解同埋保護，好似大家好多人咧中意拜觀音，因為佢係幫人消災解難啊嘛，咁呢人咪拜佢咯嚇。呢個咧就係正係耶利米書44章嘅百姓所期待，呢個都係對好多人啊係個好大嘅吸引力，同時咧對當時嘅即係耶利米時代嗰啲嘅猶太人啊、以色列人啊或者外邦嘅人啦，非常有吸引力嘅。呢種跨文化嘅宗教信仰邏輯咧，通常都一樣好重要嘅話啦，拜咗咧就比較安心啦啊，唔拜就有問題啦。呢種心態咧，真係好似呢個耶利米書講嘅啲猶太人啊，去拜呢個女天后嘅情況係一樣嘅。就拜就冇災冇難，因為唔拜咧就惹嚟咧呢個嘅大嘅災禍啦嚇。咁因為有呢種心態咧，拜咗就比較安心咧，所以咧拜嘅人啦都係唔問呢啲係咪真理嘅，呢個神點樣嚟都唔理嘅啦，只求安心。所以拜天后或者亞底米亞嘅人啊，都好少問嘅啊，我拜呢個係咪真神嚟嘅咧？咁中國人咧更加啦，拜神嘅時候，唔理啦，拜咗就安心就得噶啦。所以我哋會見到啊，即係年初一啦嘅時候啊，咁咧就好多人啦嚇，朝頭早喺個夜晚黑啊凌晨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咧走到去黃大仙啊嘛，要落個頭炷香啊嘛，最緊要還神拜咗，希望咧嚟緊一年咧就風調雨順啦，係嘛？但係如果唔拜咧，就攞亂啦，呢個今年咧都唔知咩大禍臨頭一樣嘅。有情況又好似咧，即係年初三啊，好似話好多人咧又去到啦，車公廟啊，響沙田大圍呢個地方啊，有個所謂車公廟，有個風車嘅喎，要轉一轉㗎，唔轉咧就弊啦嚇咁樣啊，甚至有好多嘅政府官員啦，都去到呢個可能黃大仙啊，又或者係車公廟啊，求咗籤啦嚇，攞張籤，希望個上籤係嘛，咁上籤。即係話俾大家聽，嚟緊一年咧就好啦咁樣。如果唔求咧，又係囉攣係嘛。所以咧，佢哋拜嘅時候咧都唔理得啱唔啱噶啦。最緊咧拜咗有交代，內心上咧覺得安心就可以嚟噶啦嚇。另外咧，佢哋嘅目的啦點解拜咧？佢嘅目的係乜嘢咧？其實都唔係為咗咩嘢真理係嘛，或者咧喺上帝嗰度咧有咩特別啟示。係同生命人生係有關聯嘅啫。佢哋拜嘅目的係乜嘢？就係減少風險咯，係嘛？正如頭先講，你拜咗，即係希望有風調雨順，咁就唔會有咁多問題出現啦。安撫焦慮啦，係咪？安撫焦慮啦嚇，因為咧你唔使心誇誇啦。我知道啦，拜咗啦，攞支上籤啦，咁我咧就知道啦，嚟緊一年咧一定得到呢啲偶像嘅照顧噶啦，就唔需要怕咧遇到咩困難大事件嘅話甚至可以維持秩序嘅喎。正如頭先講啦，係嘛？嗰啲官員啊嘛，就香港啲官員咧，所以去呢啲偶像嘅廟宇裏邊拜一拜，攞支籤係上籤咁大家就高興係嘛？如果下籤咁弊啦，咁啲人會唔會覺得有問題咧？會唔會影響社會治安咧對政府不滿咧？
即係林林總總諸如此類嘅事咧都發生。所以咧佢哋拜祭信呢啲拜啲目的其實係咩咧？係維持秩序啊！咁啲人咧就有啲安慰啊嘛，咁咧就對嗰個政府管理咧就比較容易啲啦嚇。另一望咧就係呢啲偶像啦，呢啲假神啊，佢哋嘅角色係好重要嘅。佢哋在天上邊有地位啦嘛嚇，在人間有影響。佢哋咧唔直接審判，係負責照顧、調解、保護啊。呢個頭先提過啦，係耶利米書44章所講嘅百姓嘅期待啊，佢哋好想得到啊呢一種嘅保護照顧啊，呢個期望嚟嘅，呢個都係對呢個偶像一個期望啦。咁啲偶像咧，啲人點解拜佢咧？因為咧佢有3個大嘅吸引力，呢個3個吸引力咧都係成為咗好多人會拜偶像嘅原因，同埋解釋啦。呢個猶太人啊，佢哋繼續拜偶像咧嘅理由嚟嘅，因為有吸引力啊嘛。俾個吸引力咧就係解決日常嘅不確定性啊嘛嚇。咁我哋人生嗰地生活啦，梗係好多不確定嘅事情啦。我哋都成日話㗎，今日唔知聽日事，咁聽日有咩事點樣好咧嚇？有啲人講要話啦，明日嘅事聽日先當啦，今日你事都解決咗先算啦。咁用呢啲説話嚟安慰啊嘛，但係都唔夠㗎喎嚇。好多人都想一個神靈咧係幫佢嘅嚇，幫佢咧。對，知道嚇，有幾種法幫佢咧，例如話咧係問卜啊、占卜啊，去問下嗰啲嘅偶像啊，攞條籤出嚟啊，就知道嘅前程啊、前途啊，咁呢個目的都係解決咧不確定性嘅啫。又或者知道啦前邊咩事咧，咁我可以咧有計劃嘅可以安排啊嘛嚇。有啲人咧，譬如話係做投資啊嘅話咧，佢更加要搞清楚啦，因為投資咧實在好多不確定性噶嘛，聽日賺定蝕都係唔知道嘅。有一句俗語話啊嘛，如果咧就有先知就沒有乞兒啦嚇，即係話你知道意思，知道咗第日發生嘅嘢啊，你點會乞食啫咁樣嚇？咁咧呢個偶像咧，似乎咧俾你提供咗一種心理上嘅慰藉，解決咗人嘅對不確定性所產生嘅焦慮係嘛？因為咧佢好似乎咧能夠話俾你聽明天嘅事係乜嘢，咁咧係俾人咧有一種嘅安慰啊。第二點啦，呢個嘅拜祭偶像咧，其實同社會結構同埋經濟咧，好多時候都係綁埋一齊嘅。你可以想像到啦，呢一個拜偶像啊，一個整個社會行為，好多人參與嘅。事實上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系統，同埋一個咧係揾錢一個工具嚟嘅，一個結構性嚟嘅。有好多人咧係咧為咗令到自己呢個嘅可以咁講啦燈火香城多啲人參與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揾好多錢㗎啦嚇。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咧呢個使徒行傳第19章啦，阿保羅去到以弗所分係咧就叫一個被鬼附嘅女士一個女仔女勞工嚇，咁咧就講咗隻鬼咒咁咧呢啲人就唔開心啦。同埋咧保羅啦講嘅嗰啲就係一神論啊嘛，真神，咁令到咧圍繞住亞底米亞呢個偶像周邊嘅靠佢揾食嘅人就好多嘅。當保羅話：哇！呢個偶像係偶像嘅話，好多人梗係唔高興啦。於是咧就產生咗暴動啦，就係呢事係發生嘅，因為拜偶像同社會穩定已經有個關係啦。咁先知耶利米更加係啦，呢個天后係同國家興衰有關噶嘛，但嗰啲人認為咧呢個天后先係幫佢嘅。耶利米話：你唔好拜天后咁樣，佢話唔拜天后講我咪衰眼咁樣。於是咧佢哋同
耶利米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作對嘅嚇。同時喎，咁呢啲嘅偶像咧喺中國信仰裏邊咧涉及咗好多行業㗎啦嘛嚇，好多商會裏邊咧佢哋都會特別啲商會啊，有啲特別嘅節慶咧，就譬如話有盂蘭節啊、乜乜節啊，佢哋會出錢嘅喎，係參與咧呢啲嘅祭祀活動嘅，成為一種商業嘅行為啦嚇。漁民啦，攞魚嘅人啦，佢會拜呢個天后啦，或者媽祖啦，係嘛，保佑佢哋咧出海啊平安咁樣。一旦啊信仰同佢嘅飯會係綁定咗話咧，就成為咗社會嘅穩定器啦。既然成為社會嘅穩定器咧，對人又好，對管治嘅人好都係好重要嘅，就容許同埋鼓勵咧人嚇去拜呢啲嘅偶像。第三啦，係交易性，咩意思咧？交易性其實都可以操縱咁樣，因為咧拜呢啲偶像會帶嚟繁榮昌盛啊嘛。正如咧嗰啲女神啊，即係啲天后啊，呢女嘅神啊、武神咧，佢哋嘅功能就係繁榮昌盛、多產係嘛，帶來經濟效益啊。英文叫做 prosperity 啊，咁。邊個唔中意係有經濟效益啊？邊個唔中意多產啊？邊個唔中意咧屋企生養眾多咧？邊個唔中意豐收咧？啊，所有呢啲嘅交易性啊，就成為一種好重要嘅吸引力，而且呢個吸引力咧，prosperity 繁榮昌盛，好似一個牢籠咁啊，即係關閉咗人嘅心啊，叫人咧係繼續咧係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嘅。咁我哋繼續探索下啦。呢個拜偶像，留意到係唔同嘅地方、唔同年代、唔同嘅民族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嚇。咁呢啲共同點、最深層嘅共同點啊，同我哋嘅信仰耶和華嘅本質啊，係有乜嘢對比下，有咩唔同嘅地方啊？睇到啦，這三者啊，都把神性定義為咧係能被人動用、安撫、交換嘅力量。你做咗乜嘢，神咧就回應乜嘢。你唔做咧，就怕出事啦。咁咧，呢個同聖經中耶和華嘅本質係完全相反嘅。耶和華咧係唔被操縱嘅，佢又唔受賄賂嘅，佢要求咧係悔改嘅啫，唔係香火。佢要嘅係關係，唔係呢一個交易嚇。咁大家可以細心想一想係咪咧嚇？咁佢哋拜偶像嘅人，佢都係諗緊人可以想辦法，要嘅係有交換嘅力量，有安撫最重要就係個人做咗先，神就會回應嘅。呢個就係拜偶像嘅人嘅情況。但神就唔相同，就好唔同啦。佢又唔可以操控佢噶嘛，你又唔可以賄賂佢噶嘛好似咧中國人啊嘛，我哋都有一種諗法㗎，話咧我哋嘅廚房咧有個叫灶君喎。呢個灶君其實係二五仔嚟嘅，係玉皇大帝嘅二五仔。佢嚟呢度咧就係睇下呢一家人咧做啲咩事好定唔好咁於是咧佢哋好似咧係過年之前咧一個禮拜到，我唔好記得啦，就翻個天上邊係述職嘅喎，就要報告俾玉皇大帝聽呢家人做啲乜嘢。咁嗰啲屋人就知道，呢個二五仔咧要賄賂佢咁樣，等佢走之前咧就俾啲嘢佢食，塞住把口，講啲好話咁樣即係賄賂。咁其實就唔會啦我哋上帝你唔可以賄賂佢嘅佢就係我哋明白啦，佢要悔改，要人建立關係，唔係需要交易嘅。所以拜偶像嘅吸引力咧，就係拜佢嘅人咧會帶來繁榮昌盛啦。以上咧繁榮昌盛嘅吸引力咧，就叫我哋嘅人咧
係咧去鍾意去敬拜佢嘅。歸納以上嘅天后嘅討論咧，以色列民拜偶像之風嘅推手就係北國亞克王嘅妻子耶洗別，係主前874至853年，佢引誘百姓拜巴力，建立咗拜偶像嘅信仰系統。呢個系統咧在近東地區開枝散葉，雖然偶像嘅名係唔同嘅，但係同一個本質嘅信仰，係可操作嘅安全、供應與秩序嘅女性、母性、神聖系統。呢個信仰系統代代相傳，甚至咧東方嘅中國都係盛行呢一個相同嘅偶像信仰。有啲人類學嘅學者認為，呢個拜偶像嘅人嘅共同性係心理行為，但係聖經又點樣講呢？我哋一陣間咧就繼續睇落去啦。聖經就咁話嘅，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嘅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嘅邪靈。係以弗所書2章2節啦。保羅咧把拜偶像之風嘅成因揭開咗底牌，呢個底牌就話呢啲係邪靈嘅工作。咁呢個偶像咧供應人嘅需要，表示咧偶像嘅靈就係撒旦嚟嘅。咁我哋點知道咧？我哋睇一睇耶穌接受撒旦試探嘅時候所發生嘅事，我哋簡單啲就知道啦。第一個試探就係咧撒旦咧要耶穌將石頭變為餅咁樣，係強調咗物質嘅充足，衣食嘅不缺啊嘛嚇。第二個試探咧就話你可以撒旦叫耶穌從高塔跳落嚟啦，咁有啲天使咧就會會接住你噶啦。咁就係講緊強調安全同埋危險啦嚇。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投教撒旦啦。撒旦話你要拜我啦，咁以後咧呢個世界咧就會俾你嘅。咁強調咧一個繁榮世界嘅擁有者。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咧，我哋唔需要一個世界嘅擁有者嘅，佢最緊要咧喺我個小王國成為一個擁有者就可以啦。例如話啦我做生意做得最好嘅，我做推銷員咧，我就要係 number one， 係咪？我打工嘅時候咧都要攞獎嘅。我做嘅生意咧，例如話開學校，咁啲學生人數咧每年咧都能夠有增加嘅。投資咧就會點係我最叻嗰個咁樣成為一個擁有者。呢個都係人嘅心。咁可以留意到啦。撒旦去試探人咧，都係用試探呢個耶穌都係咁樣嘅。就係咧偶像係咩咧？係供應人嘅需要嘅。咁就知道啦，偶像個靈咧就係撒旦啦。啟示錄11章11節，我即係約翰，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於是咧就好清楚啦，好似羊羔咁，就好似耶穌嘅僕人或者係耶穌本身。說話好像龍，即係話佢講嘅話啦，講嘅內容咧，即係魔鬼嘅說話嚟嘅。呢個地上嘅獸就係而家活躍於今世教會嘅假基督，或者係佢嘅僕人，佢哋就係響教會裏邊嘅假教牧，同埋咧係假先知。好啦，響呢個啟示錄2章20節嘅，然而有一件事，我即係基督要責備你，你就係推雅推拉教會啦，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嘅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奸淫，吃偶像之物。呢個推雅推拉教會咧
其實可以講緊係唔單止當時第一世紀嘅教會，喺今日嘅教會都係咁嘅。即係話咧，表示呢啲教會咧係有耶洗別呢個假先知去教導啲信徒，叫佢哋咧係食偶像之物嘅。推拉嘅假先知耶洗別就係呢個獸嘅僕人，引誘信徒拜偶像，好似咧昔日嘅皇后推動以色列民拜偶像一樣。所以咧呢個靈咧就稱為耶洗別啦，因為耶洗別佢就係做呢件嘅工作嚟嘅。今日活躍於教會呢個係指一般性嘅教會啦嘅假先知耶洗別，在教會裏邊建立一種宗教邏輯，呢個邏輯就係屬於撒旦系統嚟嘅，就係呢個系統可提供可操作嘅安全、供應與秩序嘅女性母性嘅神聖系統，一個能使人繁榮昌盛嘅信仰系統。即係話咧呢個系統咧主要咧係拜好似天后呢個母性嘅神子偶像，提供人繁榮昌盛嘅生活。呢個信仰系統並非咧叫人悔改真理嘅信仰系統。教會內嘅假先知耶洗別係被邪靈操控嘅教導事工領袖嚟嘅。呢個邪靈被稱為耶洗別嘅靈。呢個邪靈又係啟示錄第13章11節所講嘅地上嘅獸。而家我哋做一個總結啦。以色列拜偶像之風嘅推手就係耶洗別，就因為呢個耶洗別呢個嘅拜巴力拜呢個天后女神呢，就響呢個猶大以色列呢個地方係咁樣係發展嘅。呢個系統呢種信仰響近東呢係開枝散葉，唔單止咧係以色列呢個地方，中東好多個地方嘅人都係拜呢個偶像。以色列人呢，其實就係受呢個嘅拜巴力耶洗別嘅影響而拜佢嘅。咁呢個系統甚至響東方中國嘅信仰都有相連嘅。於是咧啲人類學者就認為啦，呢啲係人一般嘅宗教心理行為嚟嘅啫。但係咧聖經話俾我哋聽，呢個就係邪靈嘅工作嚟嘅。咁我哋又諗下啦，呢個耶洗別係主前875年嘅人，距離而家都係3000年啦。呢個古老嘅宗教點樣在現代教會能夠傳播呢？呢個邪靈又點樣引誘教會裏邊嘅信徒去拜呢個巴力同埋呢個天后呢？咁咧請大家繼續睇我嘅第3個視頻。今日視頻第2咧就已經到此完啦。成個教導都係未完嘅，請大家繼續睇第3個視頻。